6月2號係英女王登基70週年嘅日子，全英國各地都有唔同嘅慶祝活動。咁而家記者喺唐人街影到呢，就周圍都掛咗紅燈籠同英國國旗去慶祝呢一件盛事嘅。咁之後記者再去呢個皮卡迪利廣場啦。咁而家記者行緊嘅時候呢，都睇得出周圍都人頭湧湧嘅。咁啊，平時本身都已經係好熱鬧嘅商場呢，嘅廣場呢，都已經係更加人山人海嘅。沿住呢度咁樣睇咧，大部分嘅行人都係笑面盈盈咁樣，都去好歡樂咁樣看待呢一件事啦。咁啊，據 BBC 所講，全英國淨係東南部最少有2000場慶祝活動去慶祝女王登基70週年。接住記者就前往咗白金漢宮出邊對出啦。咁因為白金漢宮嘅主要廣場就而家進行緊一場演唱會，就封鎖咗，只有特定人士先可以進入嘅。咁啊，市民想去進入嘅時候，只可以行出邊啦。而車輛方面亦都受到嚴格嘅限制，除咗緊急車輛同埋呢個承包商嘅車輛可以進入之外，其他車輛都唔准進入，直到4日嘅慶祝活動結束為止。而家記者嘗試沿住呢一段路呢，去影翻白金漢宮嘅情況嘅。咁因為呢，人數太多，職員都在場作出一啲提醒，就係提醒市民呢，就淨係影相就唔好拍片呢，以免去阻塞交通同埋緊急車輛嘅。咁我咁多，蜂巢電視駐英國記者 Marco 報導。